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准总统赖清德内阁的名单现更了。目前传出来的名单，行政院的正副院长是杜英台甲郑丽君，总统府的秘书长是潘明安。那国安团队拢来沿用着蔡总统的人马，像这个国安局长蔡明安是来留任，外交部长吴钊燮是回任来做国安会秘书长。那现任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是来做国防部长。赖副总统都有一些规划，那以他未来适当的时间会来跟大家做说明。准副总统萧美琴讲会伫咧适当的时间甲大家说明。不过赖清德的内阁名单刚伫要出来啊，传出12号拜五会公布第一波的名单，正副内阁人选会由前民进党主席杜英泰和前文化部长郑丽君来出任。比照其他的阁揆苏贞昌、林权以及陈建仁，那周龙泰来的话，就变得比较单薄了。我认为他会比苏院长做得好，他的身段也很柔软，他不是那种硬干到底的。毕竟国会面对朝小野大的局面，赖政府的头任内阁就要下当春秋。除了这以外，布局的同时，嘛要考虑到派系兵军。传出伫咧赖清德竞选期间做总干事的前屏东县长潘明安，有可能出任总统府秘书长。正国会派系内政部长林佑昌出任民进党秘书长。其实也对中生代人才养成的一种历练。那对于2026的部分呢，可以强化整体的一个战力。另外，国安的部分传出外交部长吴钊燮会回任国安会秘书长，现任的秘书长顾立雄会出任国防部长，国安局长蔡明安会留任。大部分拢是继续用蔡团队的人马，顾立雄嘛会可能加做台湾第7个文人部长。总统赖副的国安团队都有跟你讨论吗？组合的这件事情上，赖总统确实是有跟各方来征询相关的意见，他也有自己的这个构想，他也说过要继续走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些路线。春过外月，赖清德积极交接，就是5万有水开的名单，为新任期开创新局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